各位大家好，今日咧就係1月25日，係美國咧就下午時間。Jimmy Huntington 開個新題目一矢中的賣廣告先公正客觀、權威最重要權威，一矢中的不說廢話，自媒體中嘅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今日主題講咩？梗係熱門啦，好似矢板明夫，國際軍動大新聞屌！我以為係習近平落台，唔係；以為政變成功，唔係。清算邊啲清剿梗係上將啦，張又俠嗰啲咁嘅坊間嗰啲以普通話為主嗰啲華人媒體或者係嗰啲大紀元謠言。製造工廠已經煲咗幾年㗎啦，起碼2-3年啦。張又俠政變四中全嗰時候，捉咗呢個習爺我屌而家唔係喎，掉轉頭呢啲咁嘅，又係下台上將下台嘅新聞，嘥氣啦！咩國際軍動意料之中啦，係咪我第一個講話嗰啲你要研工廠唔好亂講，唔好害阿張又俠呢啲只不過係點咩張又俠何衛東、苗華、劉振立呢啲，阿習爺嗰啲木偶袋中嘅木偶隨時換人㗎，可以政變。你班咁垃圾評論員誤導眾生各位大下眼睛啦！聽聽一矢中的由呢個 Jimmy Huntington 主講嘅節目啦你講政變俾我打臉嘅邊位就係有以前中國通喺世界排第4位嘅邊位David 岑大偉各位第一個講中國政變嘅中國通岑大偉著名啦，係咪就喺2015年3月6日喺呢個《華爾街日報》登咗篇文章。The Chinese crank up 中國崩盤，其中咧又論到咧就係習近平咧會下台啦，會政變啦，我即刻辦佢啦，唔好辦即係指正啦，稍微指正下佢啦識唔識中共有政委監軍㗎，有咩風吹草動習近平一早已經知啦。呢個就係第一個被為西方都認為咧第一流嘅中國通講中國政變，政咩政條舞喺嗰陣咧，我就出咗篇文章嘅，扮佢嘅唔係扮，即係指正佢。岑大偉你留意下中國經濟啦，會唔會崩盤啦？你講政變你個嘥氣啦，喺2015年講㗎你以後你都面對習近平之後點岑大偉唔夠膽講屁的呢啲嘢啦，佢話咧我哋唔係水晶球經此一鑊都唔夠膽講啦。喺嗰時我已經鐵定習近平不動如山不動如山各位睇睇個文章啦，有文章喺嗰度㗎到時會內附喺 comment 嗰度呢個第一個西方第一流嘅中國通講中國政變俾我指正以後唔敢講我嗰陣已經鐵判2015應該係3月13日已經有篇軍動嘅文章各位睇睇啦話習近平不動如山一直講到今日呢啲咁嘅坊間呢啲。唔好講名啦你揾食你都有啲眼光，有啲水準年話日日話中國經濟崩潰，習近平下台
下你條毛啊！好啦，今次點解要清算啊？啊，張又俠啊，清剿呢啲啊！各位啊，本人嘅觀察。清剿咩張又俠啊，咩中央軍委會主席啊，劉振立啊，呢啲聯合參謀部嘅參謀長啊，2025下半年落馬嘅何衛東，又係軍委會嘅副主席妙華，喂，政治工作㗎，你哋喺軍隊搞政治嘅，都俾老習拉落馬，咩原因？最主要原因就係路線不同啊！今日嘅我主題就係中國習近平唔係中國，我唔好用中國呢個中共共和國長子習近平係面臨咩？面臨呢幾年呢都有路線嘅不同，路線咩不同啊？唔係攻打台灣嘅問題啊，豬頭係點啊？聯俄抗美嘅路線不同啊！呢啲我可以猜想 educated guess 咩張又俠啊、劉振立啊、何衛東啊、妙華呢啲貪腐係人都預咗佢㗎啦，咩火箭軍嗰啲，最主要呢就係2022年喺呢個北京冬季奧運會裏邊普京向習近平講我一定要侵略呢個用兵烏克蘭㗎啦，咁咧習近平咧即刻以無上限支持、無上限友誼支持普京，開始咗聯俄抗美嘅路線啊！軍中當然引起不平啦或者係不同意啦，呢條係路線之爭啊！呢啲何衛東、妙華呢啲張又俠、劉振立呢啲，哇升到咁嘅上將真係點祖墳冒青煙佢會反呢啲咁嘅豬頭。你啲咁嘅上將咩將都係習近平手中嘅木偶個袋中木偶隨時拉出嚟㗎，可以生可以死可以換，隨時可以換，路線不爭㗎。路線之爭，各位睇睇你仲未識習近平係咩？係共和國長子呢啲咁嘅妙華、何衛東、張又俠喐得到習近平，你啲做夢啦！你睇睇人哋岑大偉點樣認錯啦！你啲咁嘅華人自媒體喂又擔心習近平哇！你健康問題又話你啲咁嘅低端人口，你都未知道習近平人哋點有專戶有呢個長壽藥不停供給可以換心甚至換腦都得你低端人口評論員，你真係窮得只剩下幻想你唔知道人哋呢啲咁嘅高幹點樣保重身體跟住又猛咁吹政變，你睇睇西方嗰啲一流嗰啲評論員有冇好似有嘅都有蔣家敦嗰啲年中國呢個崩潰論，經濟咧就衰退論啦，唔係衰退喎，直情係經濟又係崩盤論嘅喎。百邦瑞有冇講呢個政變人哋一流呢啲中國通岑大偉認錯啦，呢啲華人咁嘅媒體，要吸收下岑大偉喺2015Chinese Crack Up 嗰度嗰個誤判啦。中國有冇第一流嘅中國通當然有啦，咪喺呢度咯。點解各位唔好忽視我哋嚟住香港而家稱為鄉縣我咪第一個講鄉縣變咗鄉縣各位係咪有史實接近好接近中共收嘅消息
俾你哋靈通啊！仲有啊，中大有點啊？中共資料庫嘅，仲有中大之外，仲係浸大都有啊！知未啊？唉，仲有一點咧，外文咧，我唔夠膽講啦，一定贏晒你啲普通話傳媒啲人唔敢講，通常咧都有少優勝啊，德文日文都通少少啊。你班友淨係收料收埋啲錯料，喺度估啊！習近平有病啦，哎呀，政變啦，張又捉咗佢哋啦，捉你條毛冇啦嘛，啊！呢就俾習近平親自掌摑你哋啦嘛，係嘛？佢部署啊，喂，清剿蔣友俠啊，年幾年啊，唔係年幾以前已經清剿咗啦，就係路線之爭啊，知道未啊？聯俄容共嘅路線啊之爭啊，而家習近平清剿晒啦，年前已經清剿晒啦，四中全點解延期啊？就係因為要清剿呢班友啊嘛，清剿晒啦，啊，清剿晒做咩啊？繼續打世界波，同川王共享呢個世界之都咯，啊，仲有啲啊，食古不化，哇，老習啊，而家變咗崇禎帝啊！你慳啲啊！呢個共和國長者而家打個屁啊！全世界都關心啊！有咁嘅權勢，嗱注意啊！啲人仲未醒目噶，習近平而家嘅權勢勁過毛澤東啊！打世界波啊！一帶一路啊！啊！佢打個屁啊！全世界震驚啊！佢係崇禎帝，你都黐線！你睇老習點樣玩喺權力嗰度啊？點樣玩啊？啊點樣？喂！聯俄容共啦，仲有啲豬頭啊！哇，2027咧啊，部署咗咧，清剿咗呢啲咧啊，然後咧就收台灣，你啲戇撚鳩嘅嗱提你啊嗱喺呢度提你啊，識未啊？我都鐵判啊老習啊喺呢個川王啊在位嘅時期咧，絕對唔會啊用武力侵略台灣啊！點解啊？各位去回顧下啦，揾啊，Steve Bannon 啊，就係 Steve Bannon 啊，就係川普第一任嘅國師啊。上兩個月啊，佢係咪時時喺度煲啊？喺視頻啊，話咧川普一定會第三任啊，即係換言之啊，繼續連任有第三任嘅機會。Steve Bannon 咧。公開即係表面啊，直情點啊？公開晒啊，幫川普拉票，連任第三任美國總統啊！川普就話：唔好改憲法啦，係啦嗱，唔好改憲法嗱，我提你班豬頭川普唯一可以啊，川王唯一可以再繼任一任第三任做美國總統。喺咩形勢之下？就係開戰嘅形勢之下嘛！開戰啊，就點啊？美國總統唔使選啦，繼續可以第三任啊！喂，老習有冇咁笨啊？喺2027同埋2028川普在位嘅時候去武力收台灣，你豬撚頭啦！咁咪幫川普連任？屌你係川爺先收得到點啊？川王收復得到習爺啫嘛，老習會唔會咁笨啊？開戰武力攻打台灣，然後幫助川王繼續連任，即係出任第三任嘅總統，幫川王做第三任，製造美國第二有史以來第三任嘅總統。開戰時期總統可以連任㗎。呢個最好時機啊！呢個就係唯一時機啊！川普連任機會啊，Bannon班農國師啊，唔會講到白啊！你班豬頭識未啊？所以喺度鐵判啊，如無意外擦槍走火。點解擦槍走火屌有時嗰啲即係海南嗰時候係咪啊？
喺小布殊嘅年代係咪啊？撞機啊嘛係咪啊？嗰個情報搜集嘅飛機，美國嘅撞到呢個中共空軍啊嘛，你哋咪擦槍走火咯，係嘛啊？但係擦槍走火啦，老習都如果喺2027或者2028川普任內都死拉緊㗎啦嚇，應該擦槍走火都好少機會㗎，所以我話2027啊、2028啊，習爺絕對唔會啊，武力攻打台灣啊！屌你幫助川普連任啊！喂！習爺最怕就係川王啊，成班都你睇睇回憶下佢，喂，選舉輸咗啊，第二任嘅時候啊，輸咗俾拜登嘅時候啊，想連任嘅時候啊，啲人幾撚驚啊，知唔知啊？魏鳳和頻頻打電話，喂，當時俾美國嘅國防部長Miller， 喂會唔會打？喂，川普即係想唔連任唔到，會唔會打？你呢個發動戰爭啊？幾撚驚啊！中國即係換言之咩啊？習爺雖然權傾天下，對川王都有少少避忌㗎，最驚就係點啊？川王再連任第3任佢會攻打台灣，你班戇鳩仔，呢啲你都未睇通 ，Steve Bannon 梗係唔會講啦，屌你咪一開戰就連任㗎嘛，川普佢而家就係咯，吹緊風，連任，喂第3任到時你真係戇鳩鳩咁開戰，川普連任咯，歐洲幾撚驚啊，川普第3任啊大哥，喂，習爺武力收台，川普當然出兵啦，川王，各位台灣，所以各位台灣安穩啦，2027、2028、2026唔會有事，台海裏邊圍下台嗰啲民工武客當然繼續有啦，真正冇打台灣老習咁笨，老習整個團隊係變色龍嚟㗎，你睇睇人點玩啦一見到歐洲俾川王踩即刻拉攏人哋係嘛？加拿大嚟傾啦係嘛？法國條友仔又傾啦，英國嘅首相又嚟啦點樣玩合縱連環睇睇人哋團隊話老習嗰啲係崇禎，你都黐鳩線㗎。呢個係一個 G2 個國家嚟㗎，經濟未崩潰你冇得好似即係喂某國中華民國總統喂點樣講喂你哋經濟下滑我台灣可以幫你你都黐撚線嘅，你台灣喂你個經濟體一個廣東都頂得住你啦喂2025喂順超中國點幾多1.2兆美元你賴清龍唔好叫名啦賴清龍喂你係收錯料你顧住你自己台灣啦哇中共呢個經濟下滑我哋台灣可以幫你㗎，冇咁天真4月份川普川王G2 兩大王一定會見面到時就會改變世界嘅局勢各位台灣中華民國總統你少擔心中共嘅經濟啦，會崩潰崩你條毛我講過啦，各位睇睇我理論啦，係咪你唔識我再提你係嘛？經濟歸零起跑線，我理論仲有加埋 David Lee 嗰條公式Cobra function 去睇睇中共個經濟會唔會崩潰好啦，今日各位結束冷靜今日呢
我一起咧就係、一次過啦回答晒你啲咁嘅唔入流嗰啲中國通啦，唉，好好去再讀下書啦，再睇多啲資料，同埋咧眼光咧再薄啲，唔好淨係點啊收料翻嚟喺度吹，又話政變，中國冇政變，答咗你啦，你再唔識嘅喂，你翻嚟2015年睇睇岑大偉第一個講中國政變嘅人啊嘅認錯同埋收場啦，係而家唔敢講啦，唔敢撇的啦，唔敢夠膽話係水晶球啦。不過你嗰啲咧又揾第二個藉口啦，冇正面點啊？繼續啦，話咯健康咯，你都咁低端人口，未享受過人哋最高幹嗰啲喂嗰啲特配醫院、特配空氣、特配蔬菜嘅、特配藥物嘅，你咪繼續幻想習近平嘅健康有問題咯但係天命難違就好難講好啦，冇政變，仲有亦都答埋你2027嗱，你中意用2027咧中共會冇打台灣話2028嚟增加你自己嗱，你每一個國家都有噶，你好似台灣咁，喂2027會打啦，因此咧增加佢嘅國防預算，合理咁美國話咧，會發生戰爭啊2027嗰啲總司令咩海軍總司令咩陸軍總司令咩情報部門講2027老習會武力攻打台灣會增加，利用呢個藉口增加軍費啦 OK 但係喂美中開戰，喂美國恨不得點遲打不如早打喂，仲有老習睇到喂美軍神速，喂擒賊先擒王嘅手法，捉咗呢委內瑞拉嘅馬杜羅，驚唔驚老習有冇信心？武力喺2027、2028攻打台灣，仲有佢唔會咁笨會唔會咁笨促使川王連任一開戰緊咧，為川王嘅魔法一定係連任第3任啦，仲使揾藉口？堂而皇之連任2027、2028如果中共沉住氣攻打台灣喂，就算擦槍走火喂冇擦槍走火㗎，喺台灣攻打台灣呢個事件好少㗎，應該咁講啦老習真係有撞機嘅話，都會點好似海南嗰啲撞機辣住喂，幫川普連任歐洲都密電喂，大佬喂。老習冇咁笨老習當然唔笨啦千祈唔好開戰幫川普連任幫川王開啟川王最偉大嘅時代大哥冇唔會2026早知就係川王第二任裏邊習帝都唔會攻打台灣咁以後嘅局勢發展點喂，我咪神仙可以講喺呢度講啦如果冇天命所限我哋繼續面對習爺而家你有冇豬頭先知習爺要永續永世喂做共和國長子之外仲做主席做總書記而家先知道佢永不會下台低唔低啲你去再讀下書啦，或者咧讀下外文，收多啲消息啦喂好彩廣東話啲所謂專家咧佢哋咧可能聽咗我啲啦我一早講噶啦佢點會落台中國經濟點會崩潰可能聽咗我啲醒目咗啦
廣東話嗰啲視頻主咧就好少話啦，老習失勢啊，老習被張又俠咧捉咗去囚禁啊，呢謠言啊，喂，唔係主智者啊，主普通常識啊，大哥，你都咁啊扮中國專家，喂，得罪晒咯喎，得罪晒你拍嘅視頻反駁下咯嚇，嗱各位啊，有水準嘅聽眾啊，喂，希望你哋多聽下，開下腦啦。大紀元謠言工廠仲喺度聽啊？咩江峰啊嗰啲，哇！每期唔少人嘅喎，哇！喂，你聽黃局都好過江峰啊，我視頻隨你啦，聽唔聽隨便你啦，不過咧喺度咧感謝繼續留守喺呢個 Jimmy Huntington 主持嘅節目今次咧就係新嘅一次中的不說廢話呢個係我嘅新嘅目標，各位你要捧場嘅就捧場啦，like 嘅就 like 啦，好啦，各位係咁多，再見。嗱，喺呢度咧結束之前咧，再提各位以後國際嘅局勢咧就係 G2 有咩啊？世界嘅大事川王同呢個共和國長子一齊你話係共處或者係共同商量，或者係有時敵對，有時和解以後嘅世界嘅歲月2026同2028各位都要留意習近平同埋川王G2 同埋二人世界，其他嗰啲都要留意，不過都係點跟住G2 嘅路線去回應各位。你啲咁天真無邪嗰啲仲講老習係崇禎帝，崇禎帝能夠帶到中國做 G2 我一直都係本着實事求是嘅初心去分析中共我對中共冇幻想我亦都喺度好尊重明居正嘅學養好可惜入咗偏鋒呢點腦海裏邊有晒大紀元嗰啲思想同埋反共嘅偏見所以因此點呢次踢到鐵板啦老習不穩經濟崩潰但喺反共立場咧，我相當尊敬明居正嘅，但係咧可惜一有心裏邊有鬼，已經有咗偏差咧，睇局勢就會出現錯誤啦、誤判啦呢個係台灣1+1嘅對中共個工具書嚟嘅可惜裏邊有咗偏見，中咗大紀元工廠謠言工廠啲毒咁可以各位啦嗰啲海外嗰啲華文團體可知你咁嘅咩學者食晒大紀元啲口水味或者老登呢啲啦，嘥氣啦呢啲，開下眼啦各位，包括聽眾開下你耳朵，多啲去收聽，唔係一定要聽我㗎不過你唔聽我咧，你就走雞啦。
即係換言之，我提你啊，2026到2028啊，都係點啊？冇乜大衝突嘅年代，穩銀嘅年代啊，諗下辦法啦，各位啊，再見。